家好，小弟又过来咯。顶遍有人反映讲瑞欧的长度无够，我已经有改善啊。问题是一天跳4-5遍，就足忝啊。虽然咱爱阁想一寡办法，你看即招有厉害无？骹腿才练完，马上就该练手，练无偌久，秘鲁甲卤味就随摕出来。音乐搁甲放落，实在是有够舒适啦。顶遍甲大家讲封城要封到4月初7，结果全美国的病情并无改善，到今仔日为止，确诊的人数来到50万人以上。政府只好继续搁甲封落，听讲要一直封到4月底为止。伫遮提醒大家，最近这段时间尽量莫出门，嘛要记得挂喙罨，保护家己就是保护别人啦。